台湾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长，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本就向文中表示，佢哋当手就将日100元的水台眼珠所动力。亚期做事，大部分均靠2个到22K，相对很难出问题呢。 我是台南大学音乐系硕士班的慧玲。从小热爱音乐的我，在妈妈的全力支持下，我踏上了音乐人这条路。妈妈告诉我，音乐的感动可以为人类创造幸福。当我第一次站在婚礼现场的舞台上，音乐的感染力深深地撼动了我以及台下的宾客。我想跳脱制式化的表演程序，为每一对新人创造专属的客制化表演。 结合好朋友的各项专长，以异业结盟的方式，希望能够为我们双方打造双赢的局面。因此，我们给自己设立了2个目标，希望在3个月内转型成为婚顾公司，并且让粉丝团的点赞人数能够超过3000人。我知道这样的目标其实并不容易，但面对未来的各项挑战，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努力克服，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 1、2、3，应该是 1、2，1、2、3。好，加点5个音符。T，1、2、3。我爱你，我爱你。直接这个就好。我想。哦，这个不用，后面不用。 这个解决不要，我就背到，对，他就会看。今年来说，今年是孤鸾年，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 case 量其实是骤减的。那今年来讲的话，平均现在1个月至少都有1至2场。其实这个营收当然一定是不够的啦，对啊。那今年确实日子太少了，像今天是礼拜三都有人请婚宴的情况下，就知道说今年的日子有少成什么样子，对。 婚礼产业一隻充滿幸福感嘅行業，一隻本達到新人都期待嘅意義。佢哋透過一生一拜來確定生下來嘅貴新人嘅幸福。一場婚禮係今年難得嘅行業咧。台南大學理工呢碩士2年生主修聲樂同鋼琴嘅菲林，老主修小提琴嘅男朋友建議，你無限準備2點鐘過後嘅演出。雖然佢哋係學生嘅，不過像安尼嘅表演現場。 對佢哋嚟講係極平常嘅事情，認真2、3年做啲太學家下，就開始出現啲大眾婚禮現場，社團發通一種環境地位打工賺錢咧。當時其實一開始沒有一個廣告，沒有一個知名度，根本不會有案量。那這部分是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那身上那時候我跟建宇2個人身上可能湊個50塊要去買一個便當都沒有，所以那時候其實很辛苦的情況下是。 幾乎是1塊錢都沒有的情況下，然後創了這樣的團。最先開始是以介紹課開始，當然也是賣了很多人情啊。那就是沒有辦法，因為真的學生創業，怎麼可能一開始有什麼錢？良辰吉時，佳偶天成。好，人講歡喜的日子，最愛有婆啊聲。現在呢，我們佳瑩終於找到她人生中可以代替爸爸媽媽一起來照顧。 一起來扶持爸爸媽媽，同時呢，你要好好的來保重自己的身體。我們會多帶孫子回去看你的。我們掌聲鼓勵好嗎？我們掌聲再次給我們新成立的新的一家人，好嗎？謝謝。我目前是做樂團記錄啦，對，然後如果場控真的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再去幫忙這樣。 我們這邊的小提琴手程度都不差，因為我覺得有能力比我更好的人啊，我倒不如先去把場面控制好，比較實在。然後既然有人能控制場面了，那我就去幫大家把他們做的事情記錄下來，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的工作相信也有其他人可以做，只是我這個工作比較沒有人想做，因為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梦想是玩 band 啊，然后又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同学在做婚礼这一块，然后就想说，这也是另外一种玩乐团的方式。突然就说，不然我们来创团好不好？然后慧玲就说，为什么要创团？我说，第一个是为了自己玩乐啦，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个能当职业的话也不错。一开始是觉得玩笑，我就觉得应该不会有人真的去为了我这种玩笑话做事。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是嘴尖就说，我好想创一个团哦，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怎样。然后我说好，就这样。各个行业都一样啊，销价竞争的情况下，就是剥削员工、剥削乐手嘛。然后后来才决定说，就是要自己出来做，然后让自己人不要去受到那样的剥削。本单係建議以講笑嘅話語，就係用微音行過4場演，樂團未累積嘅前個場演出嘅經驗。不過婚禮現場總係會有眾多配想唔到嘅情形出現，特別係場控嘅部分。根本日婚宴係辦喺村里發通中心，現場冇專業嘅婚顧公司負責場控，一個時節就會由樂團來聽述婚宴嘅流程進行，為到本樂團順利地台上演出。場控而負責帶新人行禮嘅，用樣片按到密碼密集嘅事情，影響係講出問題嘅，還要嚴實處理。從今日負責場控嘅表演就遇到眾多問題。大家呢看到很久不見的好朋友，難免會聊到忘我，掌聲鼓勵。好的，水神，我們悠揚的樂音，首先要來做進場的呢，是我們微音室內樂團的小提琴老師婷婷老師，大家給他一點掌聲。你想要吃什麼啊？你今仔到底在創啥？我唔知伊要創。唔是，唔知伊要創啥，你危機應變的能力那也就歹啊。哎对，我没注意到，我都那个时候刚好他们在问我问题。然后如果下次一有这种频道跑掉的问题，或者是频道干扰的问题，你要马上反应，不然我会不知道你在干嘛。我现在整场就是边弹琴边在找你在干嘛。看到刚刚我在拉裙子的时候，你不是来帮忙还是怎么样？你是在那边拱新，然后我一直在麦克风跟你讲护新娘，你要去护新娘，你要去护新娘。我讲了大概有6次。开会的时候，我有跟你讲一大心大命，拜托你爱去改狗一下。然后你要去确认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放 MV， 他到底有没有制作 MV， 他到底有没有要干嘛？这些问题是有。还好今天阿诺加进，他可以马上去伸出投影幕来，不然怎么办？这个问题很严重你敢知？你这样的做法，其实看起来真的是新手然后常常在晃神。沟通方式比较特殊一点，就是我们都是用吵架的方式来沟通，但也是我本身的个性比较凶悍对。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当下他们印象最深刻。那印象最深刻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清楚的去回想问题点到底出在哪。如果我们今天是过了2个礼拜，过了1个礼拜，甚至于过了隔天，他们就会忘记那个小细节。每一场婚礼之后，一定都会有遇到任何的状况。那怎么样把这些状况在下一场婚礼降到最低，这是我们要做的部分。嗨，恭喜你们现在这样，对吧？他今天还 OK 吗？OK 吗？然后不好意思，先跟你们收个尾款这样。谢谢，恭喜你们。各場婚禮表演所嚟過後，樂數嘅表演費聽說愛啲現場不計，那睇一條費用對微音樂團來講係長春工錢嘅。加上南部嘅人客單消費啲無高，競爭又多，特別喺台南，當然要當到見音樂呢嘅學生嘅畢業，婚禮樂團嘅經驗就係那麼簡單咧。台南算是全台湾婚礼乐团最多的一个城市吧，大家都说这边是文化之都，所以这边相对说很多师资都会在这边开班授课，
然后像很多台南在地的音乐系学生，也都会去教学生，教所谓的国中生、高中生，婚礼很好赚，然后就叫我说不然我们自己来创一团，然后就变成只要一个人，他们就可以自成一个团，然后他们再到处去找同学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接表演了。应该没有我的资料了吧？因为我资料应该都拿走了。哎，赖振宇，有学校的随身碟。哎，这是毕业礼物。是哦。对，上面还有台南大学字样。我是在大学4年，然后还有中间停1年，然后还有研究所，那到现在就大概在这边学校待了大概有8、9年了，对，然后都活动范围都在这一栋啊，因为这一栋是我们音乐系馆。那其实来讲的话，我们音乐系的话，要么就是走现在幕后的后置音乐、电子音乐那种东西，那要么就是走教学。可是我们学校主攻还是在教学，因为它毕竟是师院的前身。其实这样子创业的是蛮多的，因为毕竟在婚礼这个行业来讲的话，他们看到的是我们只要上台演出，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钱就进来了，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轻松面，那就会觉得说，其实这块饼很大。有人讲，音樂呢嘅學生嘅高峰會停啲畢業公演嘅日，因為一個學音樂嘅新人呢。從小到大，實體嘅錢實在算唔少，唔但搶係練習嘅時間當長，線上嘅費用係特點鐘用錢來算呢。一台好嘅琴就得買到一台差嘅呢。唔過學生係畢業就得企啲舞台，以示表演來賺錢呢，有樣係當少。唔過菲林還係繼續堅持，兼單槍創團，還為到創業漂了一間店面。在我们还在做网络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就算是监测，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品牌在经营啊。刚开始出来 case 量一定不够，然后就是租金每个月租金啊、电费什么都是一个问题，然后又加上其实我又要去当兵，然后或者你在写论文，就变成有一些事情根本没办法做。有文件帮忙抄文件，地板脏了帮忙扫地板，有犯人帮忙顾犯人，基本上就是看你有什么杂事就先帮忙做啊。好山好水好无聊，真的说真的就是浪费时间啊。毕竟在这边是被绑了将近1年啊，被绑了将近1年，你想，在这边最不开心的是有时候你明明知道你工作室发生了什么事，或是你家里发生什么事，可是你有能力，可是你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现在至少我回去了，我知道事情，就算我不能做，我也可以帮忙想办法，我也可以去那边帮忙找人过来做，而不是像在这边我只能干紧张。3桌吧。从婚礼乐手要转成婚礼顾问这个部分，真正开始执行大概是6月初开始，然后到现在，因为卡在就是建宇要当兵，然后我也在写论文，然后就是到我论文写到结束的那一天开始的隔天，我真正去执行这件事情。因为婚礼乐手他其实只有熟悉婚宴现场的流程，其他的地方不知道。那要转型成婚礼顾问，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要准备哪些东西，还有该做什么事情。創業嘅第4年，建議要標題樹頭紅嘅色去做餅呢。菲林樹頭要無限佈置美型嘅店面。本身係研究生，竟然沒有受理自家嘅畢業論文，當然都會無限到半夜2、3點。對於2、3人來講，創業一條路，竟然是才係勞心百苦。他說你的領的東西，領退伍令而已吧？不是啊。哦，黑啦。一台身份證。黑啦。每个光头都很丑。这只有蠢而已。这很丑啊！学长，
对，我用拉下来好了。原本还想说这可以做纪念，OK 好，所以我是这样就好了，然后再过去那边就好了，还是 OK 好。我还以为要写一些东西耶。一整年就为了这张纸，说老实话蛮开心的。对吧？然后之后就是朝自己的方向去走，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整合整个东西，因为现在整个婚礼说真的整合的，大家也都只是到处找厂商，而不会是有所谓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希望自己有所谓的团队，而不是我们还要东凑西凑才能找出一个完整的东西，要所谓的一个完整的 SOP 下去跑。建议退伍呢，美英嘅演员要独特嘅游客选呢。因为婚礼乐团要做地啲各样嘅舞台上嘅表演，固定嘅团练就係佢哋大學基礎嘅重要功課。因為也做地本樂師佢哋培養默契，喺多邊嘅舞台上方相互配合。佢每日來參加團練嘅項目黃品賢係新加入嘅成員。菲林規劃未來要本品賢變做新嘅 keyboard 手，佢就做地好好去開發新嘅業務。操作吗？你知道乐团有指挥，合唱团也有指挥，指挥指错是不是大家都会错？跟着一起唱错。对，那 keyboard 等于是我们婚礼乐团上面的指挥，那他是被指挥者，他也是指挥人家的人，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出错。好，你先试试看。最近可能比较常喜欢的是什么时候接触？你在赶拍子哦。一开始的和弦是不是就按错了？有吗？起承转可以自己加丰富一点，然后最后你要不要加中间改用凸体还是什么？比较空是不是？对，不然你过来，我跟你合一次。我是觉得你搭器乐跟搭人声有差啦。那你要先让他学几种东西？丰富性的就是你的起承转合落差大一点，就是不要都平平的。其实这首歌就是这样，然后他的要求其实很奇怪。你少在那边，你在现场拉，你拉这种歌谁会理你？这首歌其实你演不出那种感觉，你一定所以要配上歌词才会有出那种感觉。重点是你要怎么把它做到有人理你？就算你加了这么丰富，人家还是不会理你。那可以干嘛？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在逼他要弄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因为都对我这样。对你是对你啊，你是不逼不行啊。可是他是一定要去慢慢熟悉的人啊。我说真的，委婉下去的话，那就不叫自己人了。其实讲白一点，猴熊绕腿丢进包嘛。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模式去做啊。每个人处理音乐的方式不一样。其实我教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你演奏者看到乐谱的时候，你要做第二次的诠释。在音乐这方面上，他特别的坚持是真的。可是也不能说他的是错的，或者是他的是不好的。毕竟每一个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因为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绝对音感的人。那其实他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有天分。学弦乐的都这样，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只要是弦乐的都会这样。最在乎的是音准。对，音准不准，应该还蛮多人被我骂过。听到不准我会愤怒到摔门。说真的，你音不准就是跟外面五音不全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流行对于现场来说，一定会有所谓的误差。可是这个误差要怎么抓到一个合理范围内，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考量。我说真的，我自己听到不准我都会愤怒了。那如果今天刚好台下就是有2、3个学音乐，而且是甚至比我们还要厉害的人，那要怎么办？我们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好，那人家会怎么看我们？所以第一个自己的那一关要先过。如果连自己都过不了，那就不要再去伤害别人的耳朵了。对。
可是我觉得这边可以再更少。不是啊，有一个你一个死亡的节奏你自己写，你会写不是吗？交响乐团给他。可能就是一種對音樂嘅堅持，才有辦法喺冒險嘅創業路上繼續行。除咗團練以外，一隻專業嘅分股愛了解婚紗、禮俗、床體、喜帖、婚禮嘅禮物、性別、攝影一條項目。未來嘅他成轉型變做分股公司，還有粉絲團3000個站嘅目標。菲林就建議開始進行一系列嘅學習。近邊有2個就係結婚嘅新人來點項當約，佢哋都係菲林熟識嘅朋友，也係為因第一場婚禮顧問嘅案例。其實不管什麼行業來講，簽約這個部分應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啦。因為簽約其實是保障我們雙方的權益嘛。那包括有一些部分的話，以後也比較不會有爭議啦。剛開始出來做的時候，會覺得啊，有些人是自己人，那就乾脆不用簽約好了。可是就被跳場，對，就變成說他們突然不要了，還是怎麼樣？這種狀況，然後讓我們造成我們就是對樂手上面的損失，不僅僅是金錢上面的損失，也欠人家樂手一個情，這樣子的一個損失。這個也是。嗨。就是銜接還是什麼的問題，他也覺得這樣子就是有主持會比較好。當然一定是有主持，可是就變成卡在他的預算。是差很多嗎？還是？沒有，就變成如果我們樂團跟攝影都要，至少就要56000啊。哦，54000，對。啊，對。所以就是現在就卡在。只能擇一這樣。因為說真的，你們如果今天完全沒有節目的話，其實你們找主持人沒有意義。對。我覺得他們蠻真誠，因為我們在籌備婚禮之前，一定也會問很多人，然後就是每個人的用的東西一定都不一樣啊，因為意見很多，然後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整理。我覺得他們都會不會跟你說，你一定要用這個東西，一定要用這個東西。他會把我們有什麼東西，然後這個哪裡好，哪裡不好，然後你可以去選你比較適合的，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他就是想要賺你的錢。就是你有什麼問題，你也可以提出，然後他們會想盡辦法幫你解決。然後在聊天的過程中就知道，其實他們有跟很多的廠商配合，直接問他們其實比較方便，我不用自己去找，對，反而比較方便。那一開始來的時候，我們會先跟他解釋，因為當然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展現你的專業度，新人他也不會相信你，就算他跟你再好，都一樣。所以這個專業度的部分是要看你怎麼樣去跟他說。那你對於禮俗的部分了不了解？你對於該準備什麼東西的部分你了不了解？這個部分其實都攸關到他對你的看法。你能夠先安定他們的心，這樣子才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任。當然，其實做生意是要長久的啦，你不可能只是以一個純利益這樣在做生意。就像我說待人要帶心一樣，跟顧客你也要有做到這個部分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站在別人立場去替他設想的時候，你會有更多不一樣的發現。半夜1點鐘，美英嘅招牌店行公公，老新人當約過後。菲林繼續無限做婚禮用嘅食品，像咁樣手工做嘅食品，喺幾啊點鐘能夠做好，靠成嘅菲林，你慢慢地越做越好。創業嘅人永遠唔知係困係乜嘅。他就是常常變出一些我根本沒想過的東西。他就是常常變出一些我根本沒想過的東西，對啊，就是覺得啊，不可能自己做了，買一買比較快，然後他就變出來了。不是只有這個捧花了，還有什麼頭飾啊之類的，然後還有一些什麼乾燥花就自己變出來了，我回來就看到這些東西了，對吧？然後問他怎麼來，他說做的啊，不然呢？
做到全方位的婚顾的话，为了降低成本，这些东西还是要自己来的。对，那其实我们做这个是送新人的，就是当他包了天龙包套之后，那我们会送他一束这样子的捧花。他在的时候，他能够帮的忙他会帮，可是像是他剪完缎带之后做其他这些事情，他真的无法。他可能会做10个只有1个成功，其他都是失败的吧。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纯粹就是帮忙。不做我在旁边，如果没事做我被念。会被我踹。孝顺嘅菲林，除特为亲属来做婚礼嘅礼物，对初信充满兴趣嘅佢，面对婚礼顾问度、信仰必须也就重要嘅部分，表现了坚强嘅企图心。为到一本为因做得成功转型，某个事情都自家来做嘅菲林，未用嚟当多时间来练习。而引来引好，今本日很当前咧，几件当有嘅新人，由好妹来始终，也系佢第一摆接信仰必须嘅条路。其实说实在的，他们也是我的试验品啊。在安妮身上练完之后，还是要找一个真人来练练看。好，所以今天其实算是一个试妆，而且既然都已经试了，就叫他借我拍个几张照片，让我当一下作品。那其实试妆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啦，因为基本上你要试妆之后，你才会知道他的肤质状况会不会对某部分化妆品有过敏的现象，然后还有他的眼型啊需要调整的状况到哪一个程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当天的整个程序在讲的话，会更顺利啦。对。我是出一张嘴，他对于学东西能力很强啦，所以有时候就是他都说不会，我就说你去用啦，然后跟他讲说你怎么用，然后他还是会想办法把它搞出来。对，因为我懒得动手。虽然建议看起来无有无见嘅样嘅，某个事情都交本菲林处理。不过为到一本一家很卡了解婚顾嘅内容，佢哋还透过前批嘅设计，主动去报名咧婚礼顾问嘅课程。当礼拜对台南出差嘅去台中上课。其实我们去上那个台中的那个婚礼顾问的课程，是因为南部这边都没有开课。那毕竟真正的婚礼顾问是什么？其实只有在中北部才有。那中北部也比较普及。那我选了一个最近的台中，因为我本身很会晕车，那包括我自己开车可能都会停下来在路边吐，所以其实还蛮严重的。那每一个礼拜1跟礼拜4我们都会去上课。那每次去上课的时候，其实我在教室里面都是呈现一个很昏沉的状况，其实真的蛮痛苦的。我们附近厂商都有，那结合大家也都已经有在做了，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头绪，说到底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是该怎么样去统整大家，所以才会决定去上课，要知道一下说就是我可以怎么统整大家，那我可以了解整个婚顾的流程大概是什么，不会就是很无头绪的啊，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后天做那个，因为我们上课内容之中还有包括就是怎么样去策划跟行销，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也会提前5分钟先跟贵宾朋友讲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正式进场了，然后预备心这样子先做好，然后欢迎你们进场，这样 OK 吗？萨克斯风嘅音乐，喺空氣地背充滿了幸福感。為音樂團嘅主業繼續做，韓國菲林限啲無限上嘅安樣嘅轉型。
海外婚纱係日近年新時行嘅一種婚紗模式，本身係澎湖人嘅菲林相關度面，澎湖咪係台灣嘅海外啊。係講到地老保義者嘅優點，用到去轉型嘅微音樂團，可能唔會差哦。一擺佢哋就拿自家嚟做示範，我攞合作東東年嘅盤稱，叫下來去澎湖拍婚紗。讲商业一点，就是增加我们这个行程这整个套装的话题性。那讲好听一点，就是帮新人他增加不同的回忆。没有开始。应该是说，全台湾他们现在做的那种婚纱基地啊、老英格兰啊，就是这些主要地标性的地方。比如说，一天的拍摄过程当中，把所有的景全部拍完，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为了拍婚纱而拍婚纱。那我们推动的就是说玩拍婚纱，那我们就是一边玩，然后一边拍。这样的行程之下，其实会给新人带来更不一样的回忆。有成功哎，其实中蛮多张的，只是有一些烟很多啦。低一点点，低一点点，手低一点点，对，手指微微出来一些些。好热。除了好热还是好热。为了拍婚纱。是你弯向我，赖俊宇，怎么是你弯向我？哎，赖俊宇的表情啊，开心的笑就好，不要那么嚣张，好不好？那个被亲的开心点，好不好？不太甘愿的样子。我认识慧玲大概已经接近10年了，然后他这是一个很有冲劲，然后很为客人着想的一个团队这样子。因为婚礼其实包含了很多，包含乐团啊、主持啊、摄影啊、造型啊、礼服啊、相本啊、场地啊、布置啊等等这些东西。拍婚纱常常已经不再只是说一个像以前那样交作业，还是说大家老人家就是要拍的一件事情啊，反而是说。在结婚之前，2个人的一个纪念，跟一个人可以一起在结婚之前圆梦的一个好机会，这样子。觉得我们2个都已经像老夫老妻了，在一起快6年了。然后找礼服啊，然后找地点啊，然后排时间啊，然后准备好当道具人的一个心情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把自己的婚礼做好，就等于是在帮自己的东西做广告。对，如果连自己的东西都做不好，人家谁还会信任我？两3人相行了按多年，就係啲新年夜嚟結婚咧，味道會拍出千好嘅效果，上山落海根本就係變嚟攞命。餐廳是7點嘛？唔過菲林老建議也係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嘅目的，就係建議嘅野愛愛真實嚟菲林部下鋼琴。我自己人就回來，不好意思，感謝鄭爸爸。我是覺得慧玲比較早熟，然後她可能因為出社會也早，那就是高中畢業就到台灣去求學了嘛，所以很多的東西她都比較獨立。那我覺得他們的認識剛好可以去彌補雙方做互補的這個部分。那建宇本來就是一個很跳動的孩子，他從小其實他就不想跟一般的孩子一樣按部就班。他小時候是一個過動兒，是一個學習專注力不是很好的孩子。他有很多滿腦子的 idea， 想東想西的。所以我才說他很適合去做創新的東西。那這也是因為他要創業，我很支持的原因。因為我覺得不能把他去框在一個什麼公司的辦公室裡，叫他在那裡做一直沒掉的人啊。我很尊重他，我也告訴他，一個孩子要走跟人家完全不一樣的路，事實上，他應該比別人要更有勇氣。阿妹千了解來，佢哋建議啲行一條無窮嘅路，雖然冇人改，不過往下嘅人會親支持。
韩国未来要落去行一生人嘅菲林，好希望一条路上要动辛苦，本身係澎湖人，有嘅音樂資源、動手，故所堅持下去，其實要欣賞、種批和那多嘅關心。办公室，然后隔壁是我们教室。对。那以前这间是那个办公室，然后隔壁是我们教室。对。啊，现在就改了。我现在又改琴房了。现在改琴房，然后这间是合唱。所以他们班现在3个。对啊。我们那时候还有9个哎。对啊。天哪！学姐，哎，能认识？我不可能认识，都差这么多届。他们几届啊？音乐班第几届？18。跟我差10届，怎么可能认识啊？其实慧玲我跟她上课的过程都是非常愉快，因为只要我交办的功课，她都可以做得很好。她从小学在音乐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有在音乐班兼课，所以他们小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他们。我觉得慧玲很会去把一些歌曲。有一些情境，好，他自己会去思考那一个故事啊或什么，所以他都可以表现得很好，这样。所以在比赛啊，不管是我们县内的比赛，还是去参加全国的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我不知道慧玲还是不是她的遗憾，我不知道啦。就是刚好毕业音乐会的时候，刚好她那天生病，后来我还跟她说，要不然不要唱好了，她说不行。我礼服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可以不唱，没关系，那就上台赌看吧。但是他就是真的很难去发出声音，但是他还是把它表演完了，所以我们的情谊跟其他人，我想其他同学应该也都会吃醋。其实我从来也不晓得我的学生会往这一方面发展。我觉得我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是慧玲开发的，因为本来音乐以最早期的时候，音乐是服务上帝嘛。以西方音乐来讲，这么几百年这样下来，其实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有不一样的精神上面的一些层次。那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婚礼音乐会，并且做得有品味、有品质，好，然后让不管是今天是要结婚的人，或者说去参加婚礼的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很好啊。其实整个台湾学音乐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说我们澎湖啊，其实台湾很多音乐班的招生都陆陆续续都会碰到一些问题。那其实，在澎湖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资源是少的、有限的，不像说在那个台湾本岛那边，他们的通路很广。他喜欢音乐，他自己从小就想要学了，所以那时候他妈就让他学。我们只是说你学音乐这条路会很辛苦，因为你学科也要注意，术科也要注意，什么你会很累。他说没关系，好，没关系，就让他去学吧。他妈妈比较辛苦，不是我，我那时候上班而已。我那时候反正就是上班下班，其他我不管了。那些都是他从小自己喜欢唱歌，他就喜欢去比赛。他反正那就不怕生，他是比较属于基因突变的。因为我们从小他的个性也比较犟，我的个性也，所以他妈妈说，你们2个这样子应对应不好。他只要让他说啊，你不要管了，什么事情就是他去处理就好了。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先学钢琴，一路上来，然后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家里的经济状况的关系，国中的时候其实没有念音乐班，然后我就靠自己练。那因为在没有老师的督促下，姿势的错误，导致我双手的肩膀骨头移位，然后夹到韧带，所以这是我的旧伤。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钢琴全部打掉重练，从最基础的开始重新来过，没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那这也是我在学音乐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是钢琴主修的，对，后来我必须要放弃我的钢琴，那时候的挣扎跟痛苦其实是一种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毕竟你这么喜欢它，然后却要去放弃它，或者是把它排到第二位。然后妈妈就跟我几次沟通之后，她也赞同我高中的时候再回到音乐班，然后去考大学音乐系。因为妈妈喜欢海边啊，所以我们当初才会选在这边。啊，可以进去。你现在可以啊，你出国要用手办可以啊。好，谢谢。那音乐这条路也是他一直支持我走，我才能够走到现在。不然其实爸爸原本是没有那么希望我走这一条路。那我妈妈就是也是一直从背后支持我，然后一直鼓励我，对，所以我才有办法这样继续走下去。我妈是忧郁症自杀走的，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走的，她一个字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然后就还跟我爸讲说她想吃什么，我爸出去买的时候她就走了。我跟我妈感情好到很像姐妹，也很像朋友。妈，今天带建宇来看你哦。我们年底就要结婚了，我身边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来照顾我，你可以放心了。而且他的家人也都对我很好，所以你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你要继续好好的保佑我们大家哦。那时候在那之前，就是我生活上的重心也都一直是我妈。那我妈其实说实在是我心中的一个支柱。然后当她离开了那时候，就觉得瞬间我心中的支柱没了。所以我那时候整天的生活我都不知道，其实那一段的时间的记忆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到底是在干嘛，我到底有没有吃饭，我到底有没有睡觉，还是我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处理完我妈的后事，我回到学校之后，我就是拿所有的行政工作把我自己压到我自己累到喘不过气来。其实那一天早上，我本来有打算要打电话回来给妈妈，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前一天晚上就觉得我今天早上要打电话回来。妈妈走的其实算非常的突然，那所以也有很多话来不及跟她讲，其实我一直很想跟他讲说，我是很爱他的，因为他在生病的当下，他的情绪已经不是到那么好。或许他觉得我都在外面忙，那他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他是最重要的。我是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所以有一点遗憾啊，那也有一点后悔，对啊。今天非常的 special， 不太一样的进场方
方式。新郎们在先给我们新郎爸爸们最热情的尖叫声！哇，我们的一摆嘅婚礼，所有嘅內容都係菲林老建議共下來規劃。微影室內樂團係正式轉型變做微影婚禮顧問公司，還有第一對新人就係菲林同建議兩沙。基本上今天所有團隊都是我們自己的人啊，然後也有是我們在這段期間新增加的廠商什麼的。然後我們請別人來，我們當然需要付出成本啊。可是我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可以去動用，可是我們在我們能有效的資金裡面，我們已經做到最好的這樣。你要去做一個婚禮顧問，你要去如何統合跟整合這所有的廠商，甚至於所有身邊的夥伴，然後會把他們放在適合的地方，然後讓我們自己的效率可以更加倍。其實這是我最大的收穫。我們兩個變夫妻了，算是情侶的結束，對，然後也算是這個工作初步的開始。對啊，因為其實就是另外一個人生的里程碑啦。那就是達到這樣子之後呢，我們接下來還是得繼續再走下去。一開始我們設定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就是在短期目標以內是粉絲團超過3000人按讚，然後轉型成為婚禮顧問。那粉絲團超過3000人按讚這個部分呢，很可惜的是我們沒有達到。對，因為我覺得經營方式還是有差。那我們主力都還是放在怎樣轉型成婚禮顧問這個部分比較居多，所以詢問度變高了。對，所以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講的話，其實是我們是沒有達到的。對，但是我們也算是有成功轉型成為婚禮顧問，甚至於還有推過幾個。就是整個婚禮顧問一條龍包套的 case， 那也甚至於是去上課，然後去進修，讓自己可以成為更專業的婚禮顧問。不管是婚姻還是創業，最大的問題都在於兩個字：溝通。因為你婚姻上面需要溝通，你才能磨合，才能變得更好的一段感情。相對於事業，你在夥伴如果沒有溝通、沒有磨合的情況下，你又怎麼有辦法做成一個非常好的事業呢？對啊，所以我覺得最大共同點是溝通。我們只要溝通好，相信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很圓滿的把它做下去，到並且做好這樣。